非常高兴的来到你的家。我们到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一起听这个教导。今天的教训的就是第16课的我来到你的家，就是要我说的大事细节。我们今天就是第16课的教导，就是说哪一位是真的，就是上帝父耶和华还是亚乌？因为有许多人都在坚持这个说到这个亚乌啊。这个他们是怎么冒出来呀？冒出来的，这个是怎么冒充出来亚法我们都已经学过我首先先强调一下，就是关于我和亚法大人的与他同在大人的，就是除掉他的罪，有同在也无说都是能除掉罪，但是反而与亚互同在大人都是没有这多罪他们都一直是在犯罪。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过了，就是他们在这个教导下的恶劣的，就像那个耶稣为了这件事，就是他们带给亚法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耶和华同在的人都是除掉罪这个就是我们不会打败，不会抗拒这就是真相。与他同在的人都是除掉罪，跟与无说同在与父耶和华同在。那这个耶和华就是他的儿子要证明出来，他就是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来自父亲耶和华那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那个上令都是来自父亲那里就是那个魔鬼就别打败了，就是在那个亚当耶和的时候就是那个魔鬼也打败了。就是就是有人的除掉罪的时候，这个就是能证明出来亚法这个名字是真的，还有亚乌说的名字也是真的，因为人的能从罪里面解脱。我就是要说你们要说祝福你们，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教导到底是对的。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有人说就是那个W 就是称谓非，因为有些人说那个一个就是那个 W 就是 V。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一般上面给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呢我们都是一直都是用这个一般那里来考察那个真理，就是在这儿。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想把那个就是那个四波来那个4个字先重复写，有的黑然后就是 five， 在这个 five 在这个上面有些人说这个就是 W， 然后就是 A， 然后呢就是有人在说对那个古老的希伯来语就是这个就写成了 W， 还有些人说是这个是 V。这个是第一件事了这边就是也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他是什么时候读的非？有些人说是就是在那个在犹太的语言里是没有这个 W 是不存在，但是这个 W 这个读法就是无，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要解释或者是与。这个我们都要把这些要研究一下，这个是有没有合理的就是这个 W 说不存在，我们就是要研究，我们就是不找别的因为我们最快的速度，我们用那个最快的速度是通过那个维基百科的话，然后就我给你们说这个读法就是非。不光是 W，
或者 v 读法的时候就说 v，我给你我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读法是 v。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这个，就是有我们要听这个教导的话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我们想恢复到那个，想重复到那个，在那个圣经上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不是圣经的，等于说我们通过在这个书上面，在那个维基百科上面的，我们就是能看到那个希伯来语两种的，就是有一个是古老的希伯来语，还有现代的希伯来语。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要一起看了这个希伯来的现代的希伯来什么时候的时代，那个古老的希伯来语言的是什么时候的时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面就是看到那个网站，就是维基百科.com 吧。请你们先把这个，就是把那个教导的名要取下来了。这个能不能取下来了？因为为了教他们能看到那个就是这个维基百科，你们可以输入这个维基百科的话，然后就是说那个希伯来的字母然后在下面就是那个就是使用那个是古老的希伯来。就是他们在用那个字的时候就是他们当时的读法，我们就是看到这都是那个古老的希伯来的字，根据那个维基百科所说的，这个维基百科这个系统的话，就是在国际的，所以那些博士教授的要整理出来的。我们这个法读法就是这个非读法就是非，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非那个读法，我们都一起看到这个非在下面写个法。如果你们看不出来的话，就说把它截图。这个就是我们都能看得清楚这边说的说法因为这个就是国际的音标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到底是怎么读法，因为我们都已经学过了。这个是法，我把它画一下vav v 然后就消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个读法的时候就是 vav， 不是就是读法的就是 vav，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读法的是这个让我们的莫名其妙，因为这个 w 读起来的时候就是 vav， 你不管去哪个国家我们再继续讲下去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就是阿布扎的形式就是用那个字母就是说这个就是犹太的字母表。这个是在发生的，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就是在耶稣说的之前就是这个在耶稣说公元2000年的。这个就是那个系统的话，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腓尼基字母还有我们在这边看到那个亚美尼亚人的亚美尼亚语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往上看了，因为我们是有许多的字。这个就是那个 vav， 这个就是那个 vav， 他们读法的时候就是 vav v， 这个就是那个古老希伯来的读法。然后我们再查别的，在这个就在那个因素的
因素的希伯来语这个就是那个father，或者是 father，就是那个 o， 不是 o， 读法不是 o， 而是 father。这个发生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亚乌刷公元2000年的读法的时候，就是非。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表格的话，在那个上面就是有那个因素，这个因素的话，就是那个读音的时候啊，它那个读法的时候就是非常清楚。我再把它截图一下。这个在那个公元200年的时候，那个读法就是为在古老的希伯来语，不是现代的希伯来语就在这儿，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我想把它解读一下，然后再重新打开，就是那个就是在这儿，这个没有显示出来呀，这就是那个非，然后这个是那个，然后这个发，我再把那个就是那个刚才那个也要拿出来。这个是那个发吧，那个因素就是非，vav 或者是 vav， 或者是 vav， 就是那个读法都是没变了，都是 vav， 在希伯来语200年的200公元的，就是那个读法就是读不了非读法的时候就是 vav， 就是称为哑发。这个我们都是通过那个维基百科都能看得到。而这个现代的希伯来语根据在哪里？找不出来呀，我们得找一找。现代的希伯来语，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找到了之后再给你们说找到了现代的希伯来语，我们就是我们在这儿这个语中的读法，我们呢请你们要听一下，因为我们就是要看到那个过程的那个故事的过程里的这个现代的希伯来语，就是要发生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时代，有那个生活。因为不能太随便，因为这个现代的希伯来语言的都有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希伯来语是哪一个，我们还是在那个维基百科，然后把这个再放在屏幕上面你是哪一个希伯来语，就是在那个6世纪就1世纪到6世纪就是在约公元400年的，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米斯那伊克，然后在后面的就是希伯来米甸法就是在那个900年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这是你们都在通过这个维基百科可以查出来呀。然后在那个21世纪约是1900年的然后在下面这就是那个现代的希伯来语
然后它就是在详细的调发就是现代的希伯来语。就是在这个发生的时候，就是在1858到1922年的，就是我刚才这个现代的希伯来语，我刚才给你们的教导都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现代的希伯来我们都看到的1858年的至1922年的，因为有些人的说这个非都是在现代的希伯来语，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它本来就是在古老的希伯来，不管是你们说在 vav 或者是在 w 读法的时候都是 v， 就这样。那我们在经过这个解释的话，因为我们就解释这个就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在经过其他的解释，在这个现代的希伯来字。我们通过这个希伯来字的话，还有什么来着？在亚美尼亚语，这就是亚美尼亚语，我们把它要分出来，就是vav 就是这个 vav。这个写的时候就是vav，不是w，我们就是要写vav 的时候读法的时候就是vav，没有别的读法。这个是在希伯来的字母表在公元1500年的，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读法就是 vav。不是w 或者是u，因为有些人这读法的是 u， 所以药物之后冒出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除掉你的嘴，没有是 w 就是变成了 u， 读法的时候就是 v， 放调高呀vav 的名字都是除掉的名字，但是叫u 的时候都是不会除掉的嘴，要放嘴，要做20的遵守10条节，都是在遵守在9个这个名字都是发生这些事，却他们都明明看到读法的时候就说vav，这个就是亚美尼亚的语言的。在公元1500年的，就是我们通过维基百科，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字母，就是在亚美尼亚人的字母这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就是你们看到在。这就是希伯来4个字都是在祖前那里的。我们应该要找别的，因为我这边想说的话就是你们看到vav 在下面就是写法的时候就是 v。这个就vav不光是希伯来4个字，或者是希伯来2个或者是希伯来的在皇国的希伯来皇国都是读的说法，你们应该把这个去掉了，读法都是vav或者 v， 这个是我们看得很清楚 vav v。这个vav就是写法的时候就说 v， 我们都能看得清楚，就是希伯来的字4个字都是我们都是挺古老，或者是希伯来2个跟亚美尼亚人的亚美尼亚语言的都是这个字vav， 读法的时候就说 v， 这个是第二次的
我们第二件事都能看得出来。如果关于这个话还有其他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找。我们找别的应该还有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这个是刚才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腓尼字母，因为这个希伯来字就是来这个腓尼字母因为他们的语言是比较靠近的，比较接近的。还有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就是那个亚面的皇宫语还有那个希伯来语的看那个这边有两个形式，因为他们都各个有各个的位置，一个是在各个有各个的时候，一个是在最前那里，然后他们都在在上面都说那个vav 这个字母。vav 这个字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读法就是为，这个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不是给你们的随便说的，都是真的。对了，大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都能看得清楚的话，就是那个黑，就是在那个不是黑，那个 vav 就是读法的时候就是 vav，读法的时候就是 v， 不光是在那个亚美尼亚语言的，或者是那个希伯来4个字。都是读法，都是vav。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我就给你说，都是读法的时候都是vav，连那个维基百科都是怎么说呢？怎么说？我们再找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没有名字的话，就对我们说不重要我们就不需要我感觉应该是已经过了。我们再去到这边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我需要说一下哪里有这个有一个你们那个技术员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屏幕上面的。这就是那个 vav， 这个是希伯来字母这个是一个相代的，但这个是无所谓不要紧的话，上面我们都能看得清楚。这个 vav 写法的时候就是为这个在那个以色列的圣经上面的。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圣经上面的，我不是我随便说的，不管是我随便说的，还是我自己说的，还是是真理，是真理我们都这个字母这个 v 都是在保留的，所以这个v 这个字是对的，不是 o。因为他们把这个大不了变成的话，然后再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冒出来的。我给你们，我们所有的看到这个话都是说这个 w 或者 v 读法的时候不是我放是 v。我再说一遍，读法的时候不是我。或者是为我相信你就是能相信的，你们都能够明白这个，因为他们就是要这样子这篇的话，因为都是通过那个拉丁文的。我们再看到那个腓尼基字母的话，因为他们都把这个拉丁文就把这个变成了5或者然后有拉丁语其他的拉丁文说是 Y， 因为他们都是在通过这个拉丁文的话，就是在翻译
在翻译的时候，就是那个腓尼字字母啊，这个腓尼字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啊，恐怕你们在对我说是请你要查看一下那个腓尼字母的字母字母啊，我强调一下，这个腓尼字母啊，不是希伯来的，不是希伯来语。我想再强调，我们需要盯着，就是不是那个腓尼字的字母，那是希伯来语的。它就是在读法的，就是在拉丁文的时候，他说有那个 F 有 U 有 O 有 W 有 Y，就这样，然后就这个就变来变去的话，跟那个拉丁文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 W、Y 还有 F，这些都是腓尼字的字母啊，因为他可能对这个腓尼字母感觉是对的话。可是我们不读这个腓尼字的字母的话，但是它跟那个希伯来说比较靠近的话，但是不是说腓尼字的字母是跟希伯来说是等于希伯来呀？就是那个亚美尼亚，就是那个亚美尼亚的人，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亚美尼亚人。我们就是要查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亚美尼亚，我应该能查出来，我们需要找一下有没有存在这个，因为这位亚伯拉罕。我真的找不出来，因为我以前已经看到过，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语言更靠近的希伯来语言的，但是我没有找出来呀，因为有时候我都已经看到这个，那我们就是继续讲下去啊，因为这边所有的话都是说，就是所有的语言的话，这就是那个，我们都看到这个亚美尼亚人的，就是读法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大一些，这个就是付费的话，就是在对他们的希伯来读法的来说就是娃。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因为还有别的。请稍等下，在那个生命记，在生命记26章第5节，生命记26章第5。哎，对呀、就是这个亚狼人的。你要在亚凡的神面前的说，我祝愿的是一个将亡的亚狼人的，小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的。这个就是在那个亚狼人的，就是亚狼人的，就是那个亚美尼亚人的。我们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来查一下，就是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小子们。我刚才读的是《生命记》第几章？第26章第5节就是在那个下面呢有这个亚美尼亚人。
就是在那个下面就是写一个写上是亚美尼亚人的，在那个就这个上面有个记号一这个就是那个亚美尼亚的，就是那个亚鲁人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就是亚美尼亚的人的，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亚美尼亚语的话，就是那个 vav， 就是那个读法就是 v。通过这个想法的话，就是那个上进的，就是说亚美尼亚人的读法把这个 vav 就变成了 v， 这就是他们的读法，不是又变了5，因为我们想要的就是那个 w 这个 v 这个读法就是 v 就是 v。假如说有人在说是那个希伯来语言的这个为这个字母不存在，这个是太疯狂的，因为对你们说就是那个对你们是在那个希伯来的语言是没有这个为这个字母的话，这个就是一种的撒谎。对，在希伯来的语言中的有这个为这个字母还有这个是在古老希伯来语言。就是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希伯来的，根据那个古老的希伯来的话，就是那个vav，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的有存在在那个和旁边了，在那个声音的旁边了，这就是那个 vav。我们再往下去的话，往下去查看的话，就是那个这个希伯来语的话。这个是在哪？就是那个因素的价值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读法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清楚他在这里说的就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vav。他说那个读法的时候就是 v， 就是这个我们能看得清楚读法的时候就是 v。假如说有人说在那个希伯来语没有这个 v 这个字母的话，就别再胡说八道，因为他那个 vav 就是他读法就是 vav。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写作那个希伯来法的写法的话，这就是在这里有那个 vav。他说那个 vav 这个把这个 vav 读的时候就是 v， 我们都一起看到，就是在那个古老的圣经的话，有v 这个字母就存在，不是5，哪里有给你们？我什么时候给你们教过这个5？这个 w 就是我刚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就是没有这个 w 说不存在，他们读的时候不是说 w， 因为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语言来翻译假如说英国人的时候就是打入 w， 或者就是那个法国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都 w， 因为就是他们通过他们所的研究之后，他们就是说 w， 但是我们就是回到那个古老那的时候，就是读法的时候都就是 v， 但是读法这个法的话就要能除掉罪要修高那个雅虎的话就说没有除掉罪。那我们就是要来研究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冒出这个5。这个就那个西方的字母，就古老西方的字母，我们也看到在这边看到那个古老在撒玛利亚语言，这个我们也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要查看一下，在那个希伯来4个字，我们看到 vav 或者是 vav 写法的时候就是为这个
这个非常大，就是大价值。那个价值的写法就是 v，这个我们都看得清楚啊。于是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色波来知道，我们就看到写法就是 v，我们再找另外一个。我们还有许多，我们都把这个许多都要看了，就是你在家的时候也能看得到。这个我们是已经看过了，这个别看过了，这个我们看过了。那个其他的在哪又在哪，还有别的请你们稍等一下，我再找，就在这里啊。读法的时候就说否，就属于一种的说法。我们找其他的，因为我们必须找这个，为了让你们知道有许多的语言都在证明的，也不是没有许多的语言都有证明的，这个不是没有证明出来，这个我现在给你们那个证明的。这个还有一个，我们再找另外一个，还有别的。因为他说你怎么使用这个？因为我在这里都能看到，能查出来，我们就一起看了。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是要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字母的话，就是这个为了证明的，就是有那个读法，这个法真的有存在，就是很多人的说法，我都把那个维基百科给你们的，维基百科的读法给你们的。这里没有啊，那个另外一个是到底在哪儿？实在找不出来，请你们稍等下，因为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所以我这个就叫我们。我们就找另外一个，因为我这边是好像都没有，因为我都已经看到了，还有另外一种的说法。也没在这里啊，没有在这里。你说这个是太久啊，别这么说啊，因为我给你在教你，在教导你，我现在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不会再让你们的心里不安的感觉，你们就是在那个教导里面，那真的我比较稳定的，然后你们把这个学的教导要保守好，因为读法的时候就说非不是无请你们耐心忍耐一下。其实我真的找不出来，应该从这边上除掉，因为有一种的，我想把这个给你们的说一下。
请你们耐心一下，因为我也需要查一下，请你们稍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没有超过。我们需要找另外一个我想把我想要把这个给你们看了，就是这个，因为也无说是大社系的所的教导真的有存在呀。对呀，在这儿，这就是那个色部来的自我目标，就是跟那个相当那个别调整的，别改成，我终于能找到了，这就是这个，你们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屏幕上面，这就是那个娃娃，它那个读音的，这个发音的，就是飞，然后他们就在后面的，他们就把它改成了 o 或者是 u，这个是在后面的，不是在前面那里。因为我们都看到在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字母表的时候，他们的读法都是 v， 但是他们在这边有通过那个调整的话，就变成了 u。那我在这里就是给你们解释一下他们怎么把这个改成了。我这边画一下，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一切，我们就要做一个画边，就是为了这个道理，这个就冒出来。这个就是我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我没有看到那个图片了，就只是那个 y。这就是有的这个是黑发黑，这个是发，这个是黑这个发我给你们的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发法，然后就别调整的，原装就是飞飞，这就是那个原装，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话，就是变改成了这边他们打一个写一个点的话，就变成了 o，这个就变成了 o，这个是变成了 o，但是这个不是这个被改成了，然后在下面有一个点，在这个中间有个点，就改成了 u，这就是那个 u 或者 u，这就是那个他们跟通过他们的改成的时候，因为他们从这个原本的离开的时候，这就是那个原本的话这个就是那个原装的话，然后就是在读这个飞的时候就能除掉罪把这个改成了无，就说没有一个人能除掉罪。一个是让我们奇妙的事情的话，让我们惊讶的话，就是我们想把这个要抹掉，然后我们要记住，要记下来，为了让我们能记住这些西点所有的给我们那个教导假如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就是他有些这个有的和。就是对那些把这改成了雅虎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因为这边他们读的时候就是说一，这就是摇的，这边写的是牙，他们就是要这边就是拿那个牙，这里就是说写是 o，然后在这里他们就保留把那个 i 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怎么不放进去不到这边来？我想把这个要是这个 I 字要隔开一点，这个怎么不到重新写在这边？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我在这里要写雅无不管怎么样，后面一定有 H 在后面。这个问题，我想提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就读到这里这个为什么不把这个要进来的话，这个怎么不写上去的话，应该有写上去的话，应该这个有这个这个字是，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怎么不写这个我想提这个问题就是能读的时候就是我，但是你们就是这个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你为什么在这里写的时候就是你应该这边来写因为你这边写这个怎么不写我不知道你们的能不能听明白我的话，因为他在开头在前面是写的话，在后面也需要写应该他们的求告的时候就求告雅华，因为他们不是那个雅务，那个雅务是没有把那个字那个后面又写上去，那就是那个在那个四个字那个四波来四个字就是有的合法和这个四个字，这个是四部犹大人的字幕那这个就是有的合法吧，也是在哪里？因为你就在写在那个雅虎，翻求过这个雅虎的话，雅虎这个怎么不写上去的话？因为你们是雅虎，因为你们在这里是个就说是雅虎应该在后面有写也要就是一个是。因为没有，不说是那个雅务，就是根据那个希伯来的说法，这都是一个骗人的，真的是在骗人的。假如说这个是雅务的话，还有那个后面有个字母你们就是说这个雅务的话，你们就过这个雅务的话，你们就不会除掉你们的罪。因为这个雅虎就也是常会是雅法，后面就改成了雅法，有些人是雅虎，有些人求过雅虎，你们要想好，这个雅虎是怎么冒出来的？我们想把它留下来，这个又给他们那个做恶事的，你们所做罪的是你们自己看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名字。我们再先把它拆掉了，然后我们再找另外一个。这个雅虎是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已经教过，这个就是来从这个是法法就，然后他们就说是这个是这个是然后他们就是写这个奇奇怪怪的字有些人的是这样写的，这边写个点的，然后这个写个特，这个四个字那个四个字是没变了。但是他们的写法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是有法，因为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来写的话就是这边有那个 t 有有法，后面就是 h， 这就是那个雅虎法的。
这个是在他们的教导里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那个亚护法。这件事情让我们的要想好，就是那个人生的他们做的这个胡说的，然后这个亚护也是来这个。有他们就是他们的，这就是有别人的疯狂的话，有的和娃娃，嘿，他们来的时候就说把这个要用那个红色的钉，然后在这里写两个钉，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是那就这样读法。这个是有的，这个两个点的就是黑一，两个点就是读的时候就是一，h 还是保留 h，这个下来的时候就是变成了 o，这个就是 v，这个 r hash，这就是那个 a 护法就把变成了一幅画，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那这些都是假名字啊。我希望你们都能听得明白，因为有些那个读书人的话，应该能够明白我刚才所说的话。即使请你们再说一遍。就是那个，然后在那个后面就是雅虎，就后面就加 h，就是那个雅虎的写法，不是说那个 w 就变成了 o，因为这个 w 就是读法的时候就是读法 v，但是他们就随便改成了变成了 o，但是读法的时候就是 v。这就是我给你们那个解释的话，关于那个教导，我请你们的要认真的听一下。我这边呀因为我在打一个括号请你们的在耐心下，我再说。这个你们应该不要放弃，或者感觉伤心的话，就说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别这样说的，因为这个我给你教导这一切对你是带好处。我们都是要靠这个网络的这边那个网络是比较慢的话，比较慢我们就是要研究一下，就是不会再别人的骗的话，就是都要把你们要丢到下地狱那里啊，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希伯来语的词典的然后打着那个有的和 W，我们先用那个原本那里。这个是希伯来的，我查看那个是古老的希伯来的圣经然后这个就要会出来，这就是那个第五章第3节。这个有的和娃娃和我们就是要通过那个希伯来语的话，这个是怎么读法？根据那个希伯来的词典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在非常研究，他们读的时候就是雅虎法，他们读法是雅虎法，我把它截图下来。我不知道他们在想说什么，因为对我们来重要的就是那个 V 这个字母你们都能看得到不是我们随便，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这就是那个 vav，这个是有的黑 vav 黑
我们都能看到这跟这个读法的时候，这个那个 v 结尾就是h 就是那个 v 然后在这里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读那个博士的那个教授的话，就是那个读法的时候就是 v。读法的时候就是 v 不是物，我们都一起看到，我们的眼睛的能看到。我再把它截图下，恐怕又找不出来。就是读法的时候就是 v， 就是那个要的黑娃娃黑，读法的时候就是娃娃。我们在那个要护法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名字，读法的时候就是 v， 我们把它做一个记号，我们想做个记号，读法就是 v， 就是这个 v。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我们红色的，我们这边写个红色的读法就是 v， 没有说是没有读法是无，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好，要想好，就是没有自己说的那个 v 读法的时候就是 v， 或者就是那个 w 读法的时候就是v 不是无。我们通过那个古老的四部来字幕，在公元200年的读法的时候，那个四部来不是太笨了，就把它们的自己的语言变成了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语言是属于大的读法，就是v 不是无。那我们就是我再把它截图一下，我们再等线下了，我们就是用那个等线下，我们就是等线下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做一个游戏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话。就是让你们的知道，就是在那个希伯来语有真的有这个，这是非常是存在。我们先找一下对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在这儿，我们那个希伯来的金盘要的黑。vav 我们一起听下，大家先把它翻译出来就这样。我再把它靠那个话筒的话，在一边哑巴，就是这个有的和哑巴，就是读法的时候就是哑巴，连那个希伯来的几次人的都会读法哑巴。技术员，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就把它靠那个话筒里边，这个我们当想好，就是那个读法，那个希伯来的读法的时候，就是那个有的娃娃黑读法的时候就是哑巴。这个机器人的都能会这个读法的时候，我们不学那个机器人的话，因为我们需要的都是整理这个教导，就是说那个圣经说父亲的亚亚法的名字就是亚亚法。他的儿子就是要无说反求告这个名字的话，就要除掉罪。那个雅虎就是他们随便
因为根据他们的说色博来的古老色博来说没有非这个字幕啊。他们是不是变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就有给他们指教，就是说你们这个读法是错了，你们要考虑好，因为这个字幕是非常清楚的话读法的时候就是为，然后你们把它改成了读法是我，结果呢就是没有做掉罪啊，重要的就是结果。结果的话就能除掉罪，能打败魔鬼，就是亚亚法和亚乌刷这个名字就打败魔鬼。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败魔鬼，因为魔鬼是杀人的，要来到亚法这边，或者亚法要来到亚乌刷是他的儿子，你们就能够深深的听上天。我祝福你们能平安到哪里，要回到要转过来。亚胡刷里面就是真相的，要转过来到亲爱的父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归你，永远的荣耀归你。你善良的就是在给他们听的时候啊，你的在放听你的教导的时候，你的恩典就是故意在他们把有这个道，把有这个大教导在这里所有的宣讲的。放听你的教导，给他们好处，你原谅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不知道，能转过来回到你那里，请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荣耀显示出来。我已经把真理，你的名字就说打败魔鬼就是通过你的名字要打败那些坏的。打败那些黑暗的，打败那些恶劣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至高的名字拯救的名字。那为了这个就是亚胡刷，就是是拯救者，就是你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永远的荣耀归你，非常感谢你。为了这就为我们得到拯救。都是你们都通过你们的父子俩，因为你来的就是为你的拯救而来，我们不会把你的血留下在地下。亚乌刷，亲爱的，荣耀归你，请把亚乌刷，请把有这个教导，在到放听的这个教导，你给他们一个恩典，西家向你要求，要大方的胜利了，为了叫他们回来，又转过来悔改。亲爱的父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你。我放亚乌刷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我非常感谢你们的能听到这个教导，亚乌刷的大事非常开心的给你们祝福这个亚乌刷的善良。我们在下一课。